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我哋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带一批一啲充满到人文还有历史的绘本，我哋16分庄头传奇。然后绘本唔单止系记录到我哋12圣贤沙期的一啲传奇的故事，同时以第一辈话有关哪位故乡情。我哋马上欢迎今日来宾，我哋嘅彭水林彭彭先生，来到现场。彭彭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彭先生彭水林。今日我欢迎彭彭先生来到我现场，因为我哋提讲以前来到我哋福起来，大部分都系设计讲这个作为啲同事的作品啊，冇带声音来讲，但是也摆带绘本来时候，我一看到提讲，我提讲有一天是彭彭老师下面，因为我提讲彭彭老师虽然讲一直喺推动发展，但是其实彭彭老师系北部人。我係一直啲台東教書啦，教30年嘅，上班來都大部分都帶小朋友創作嘅作品哦，帶啲小朋友創作，韓國自家畫過嘅繪本啊，什麼風格啊，入邊係啲冇啲12嘅啲創作，因為12係我鮑魚隻素材，我喺啲嘅啲出世，佢係我嘅故鄉。嗰時當初我想愛想講出一本繪本哦。因為之前幾年咧幾年咧，都時常在去我嘅故鄉啊，咩叫做有帶聲音嘅創作繪本故事啊，啊我去咁樣畫嘅劇本，螢火蟲啊，沙皮鼓啊，還有帶聲音嘅創作，沙皮晚上上映嘅秋山線，全部都繪本故事啊，後來12鄉公所啊，都希望我啲。你一下講去年2024年，希望出一本本土就在地嘅繪本故事，佢說入邊係猶太人來畫，我寫故事又畫故事啊咧。佢當我哋入邊繪本本身，而即係一啲書名16分莊頭嘅傳奇，乜講到16分啊？16分係聖賢嘅球名，聖賢嘅球名。入邊嘅鄉公所就因為其實12嘅球名都審查好，其實叫幾廿隻莊頭嘛，幾廿隻村莊。入邊嘅貼片啊，鄉公所就叫做討論結果就講我就用聖賢來寫聖賢球名嘅都16分查頭同冇，嘅觀光事業做得當好16分聖賢嘅球名就16分啦。唔過唔單止係16分查頭嘅位見啲，其實佢還有20分嘅位，還有其他素材咩係聖賢嘅村莊啦。入邊就用廿隻村莊來做繪本故事嘅素材，做在地嘅故事。唔敢講到16分，就怕我講16分特別去講16分查頭，做乜都16分？因為在地嘅故事啲都沒有講到頭擺嘅位因為我哋會係畫山檔嘛，當山檔嘅位就係以前就係菊油。叫香茅油、叫糯油嘅素材，還有小火炭嘅素材。我說講到16分，1分嘅意思係乜嘢呢？因為嘅菊油嘅一隻好多菜嘅，係像樣嚟話菜嘅，嗰樣時呢，一隻菜差唔多13人左右，聽數大家分工合作。去捲起來做好勢，一項事情大家呢硬腳捲，去捲起來大家向下做勢。一隻菜呢算1分，嗰樣事呢就大家都嘅頭路做清楚就係菊油叫香茅，嗰樣事都有16隻菜嘅啲嘅。種菜菊糯油菊香茅油，全部都用一隻菜嘅呢。當初你這個開始接到工作嘅時間，係咪開始做一些田野嘅調查？錯因為佢搞太日嘅任務，我用擺寫出一個莊頭嘅故事。有冇任務嘅年期與久啊？差唔多30幾天呢。8月份嘅時間幾天我做啦結果12月做一出版啊，我說我嘅
工作期吼，就9月开始到一直到11月底，就要印出来。但是冇一练功台北呢，又要调查呢，要印呢，印至少2礼拜，你这个应该绝对冇搭上呢啊，都冇。还要编辑吧？系啊。我说当讲说11月底吼，做图画好，故事线下好，图画好，啊再来就系编辑吧，编辑我本期1整年的时间，啊再去印啦。我说要摆请讲说，啊我个团队还有一个团队啦，你要做绘本嘛，故事系真重要的，到底一只钟头安排嘛，冇可能全部都写一篇，要办现册，你要写乜个故事来做20只绘本嘅故事啊？我说吼，田野嘅调查真重要，就系安尼吼。我说啊，我系我知道每一种语言呐，大摆吼做事情都感觉哦，有当好嘅善缘，有话语言当好，就系我差不多7月份嘅时间就有去讲故事啊。好，啲总头讲故事，啊讲头摆创作嘅故事，所以之前创作过呀。啊，就香港所很爱去同个乡亲讲故事啊。啲讲故事嘅时节吼，没有讲到以前人安尼开单嘛，开货摊，吼。开个乡嘛开草，有冇开草出去卖？啊，行个古道啊、古土啊，吼，挑柴古道，个开摊古土，行个古土，个我去讲故事的时间咧，个种仔有冇？说叫做卡树，先生啊同讲，我以前就系小货摊的哦，我吼啲我佢讲佢小过啊，做过33只摊油。佢啊做摊油呢，韩国小货摊，千本係驚訝啦嗬，本來感覺咁有可能啊，我都當好奇啊，就講佢講啊，佢啲攤油下講生意呢，佢眼目做到100幾咩喎，啲攤油下係啊阿婆，80歲嘅。因為我去講故事嘛，佢就卡數講佢啲攤油下講個生意，佢講5個生意咧，其中2個生意係啲攤油下出世。我說你自家講生意咧，你自家處理哦，錯個自家斷氣啊，斷氣。說也就聽隻故事啊，我就用也做聽隻故事啊，攤油下講生意咧。我說我就尋到一隻充電。就寫一隻故事啊！後來呢，有一隻語言啊，就去探訪因為我創作一隻故事嘅嘛，所以開始去田野調查。我又尋到嘅啲16分插頭，16分插頭嘅位嘅聖心客棧，而嘅調假娘，老調假娘哦，上一批嘅調假娘，佢就同我講故事，佢講，就佢請我食飯嘅喎，你敢唔敢食飯啊？打最久嘅時間係咪發現重點哦？結果佢講留我下來食當豬啊！我說好哦，都同佢見食飯，佢就講我老公講啊，頭擺結婚嘅時間係炒口嘅哦。我說炒口嘅哦，其實當多數菜人就以前頭擺人炒口嘅嘛。佢當貼係就係啊，因為啲 Q 3線Q 3線鐵路啊，嗰邊係我哋總頭哦，嗰邊人爭要嘅成法啦，行火車路，佢係炒口嘅行火車路，要過龍哦，火車龍哦，我說炒口嘅過火車路，樣辦過啊，唔會危險哦，就見滿佢喎，說也係個重點，因為你 Q 3線一條路嘛，因為16分新型啊，佢嘅我哋就係重點就係 Q 3線一條鐵路，一下冇行火車嘅，唔過一下做觀光嘅發展嘛。佢說一下當天白唔係看過嘅嘛，就知道一下一隻重點，佢就作為聽一隻故事就用一隻重點。再來啊，因為嗰隻莊頭呢有一隻殺愛。有一個故事係殺愛嘅故事嗬，就係因為村長當夜時嘛，帶啲人去尋個殺愛附近嘅禮物貨房，個老人家90多歲哦，沒有後生嘅60多歲嗬，33年就夾爸爸、老奶嘅、老阿叔就坐向啊，同我哋向我打嘴鼓，結果話就講殺愛嘅故事。殺愛，假如老殺愛嘅故事做畫到繪本地圖，其中要講到一個
古老太人。哦，我就问，嘛个很多古老太人啊？哦，原来以前伫遐位开垦的时间，先民吼，200年前来到遐位开垦嘛，爱去开垦的时节啦，热有冇去热奶嘛吼，开垦就热到骨骸，就是模拟属神嘅骨骸。佢就做农业，然后骨骸呢全部去熟悉起来吼，做一只风水哦。冇后来真有完善没有啦。之前佢就係用一只风水做熟悉吼。当年伊瓜子的时节啦，佢瓜子的时节有准备5份生日，其中1份哦就係拜古老太人。哦，係就吃到咁感動呢。你客家人哦，就係嚟關懷他人嘅嗬，嗰種為他人設想嗬，還個求平安嘛，希望一種頭大家平安哦，一種做法同不人感動，所以也都先也做一隻故事。觀眾朋友呢，同阿明姑同樣安尼談安尼外說啊，係咪？但是我哋節目還是第一段還是睇下結束吼，告訴大家人休息一下，準備一下，下一段節目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台東嘅彭水蓮先生同我哋講，當主要嘅繪本應用去調查嘅。我想問一下我哋先生，因為頭先已經講到咧，什麼故事一定貼片，因為對我哋南部人來講嘅話，吼，我哋咧真的是唔管是生活嘅環境無窮樣，嗰種而且總體嘅地位會出來故事無窮樣。嗰種我對我哋一啲南部人來講嘅話，我發現到講唔單止講實外嘅故事嘛，好，冇得講我哋睇嘅小嘅探爺嘅佢種子嘛，好，冇得甚至講假時節行嘅火柴路，真係鬼貼片。咁係咪請我哋同我哋先生同我哋再講一下講，因為有啲繪本地位都有三個重點嘛，吼。我相信我哋觀眾朋友一定聽到講。夾講我哋，佢叫無談過嘅故事，係咪像我哋先生慢慢地同我哋講一下講，有啲三個無窮嘅故事，有啲重點係嘛好冇？好啊，一本書啊，因為係青菜題嘛，嗰位嘅人爭議嘅想法，所以我就將一本書吼，用3個重點，家下有提到吼，做咗3個故事。第一隻故事啊，就係秋香阿姨嘅故事。你家講到佢講佢啲小火炭啊，做炭窯。佢做過33隻炭窯誒，佢就講到佢啲炭窯係講生一件事情。佢當時係一隻頭家貓一幾隻山誒嗬，係有咁多人啲小火炭。秋香阿姨係其中一戶人家，佢就漫山見走啊，去到一隻山咧，人要去到幾隻山頭，佢說搭隻山頭佢就走過誒，佢就講到佢自家故事啊，佢講哦，佢講奶嘅2隻奶係啲炭窯下講嘅嘛，其中一隻奶呢，佢安尼烏啊，幾隻奶要拜神神啊，佢就佢秋香阿姨就問佢講，就係毛細槍哦，怎麼按腳啊？怎麼細細按腳啊？那毛細槍怎麼上做按烏啊？佢奶講。萬一係我啲炭窯下叫我斬到火炭，怎會按烏啊？嗰種故事都從也嚟開始哦，係咪當神奇？佢神奇，而且當神法，佢色彩反映出嗰時節嘅經濟環境底下，一般民眾嘅生活地位吼。錯啊！大家都感覺當咗哦，叫我樣辦自家講生意咧，有冇？一隻故事都講到啊，佢要成員嘅時節啊，家用咗枸杞嗬，我準備70布嘅哦，7種石木嘅布嘅，還個我準備醋嘅皮，醋嘅就係苎麻植物苎麻的皮啊，嗬，我拔下來安尼曬澡，日頭下曬，還個準備麻油。也做係佢講生意嘅時節，我用到嘅東西我先準備咯。佢自家講生意咧，係咪當上帝嗬？係啊，冇錯啊！連村長都見滿秋香阿姨講：自家講生意兩樣辦講啊！我本樣講生意嘅時節，有啲語言都嫌到太麻煩嗬。你自家講我樣辦短詞啊！結果秋香阿姨就留佢短詞嘅經驗講出來。你看嘢生意嚟嘛嗬，講出來嘅時節啊，嘅好多。
台盘，台盘，安尼讲乜嘅呢？就係佢也係肚臍啊，肚臍盤啊，肚臍盤呢，佢要先用一粗嘅皮搭痕之後又凹咗啦，又搭痕打結，用剪刀剪脫之後呢，麻油滴下去，清熱之後佢肚臍盤都滷脫咧，滷脫之後呢，佢將加準備嘅切絲布油嘛，燒咗火，留個麻油安尼攪啊，做安尼過啲肚臍盤，過啲肚臍腹當個，你唔記個做嘛安尼做，佢講叫做老人家教嘅啊，安尼冚我肚絲痛。說從點起佢自家樣斷氣嘛，講出來的時間啦，我看愛的，我自家去斷氣的，哇，一個過程吼，佢啲講的時間就流目汁的，你聽到說我真係聽的時間係雞麻皮，你見過講聲音的吼，韓國我 TV 啊嘅艱難啊，尤其係講聲音的係咧時，其實有時間媽媽佢虐啊。佢虐有時聲音呢，有啲好講快講唔掂嘛，有時佢快講咧，佢虐你把控了去做很多嘅事情。做啊，真的是唔簡單。漫山徑走，也做係攤油，所以我嘅攤油嘅時間人係一下已經看唔到嘅嘛。我做尋資料啊，樣辦畫攤油，係搶到老人家，而係樣辦做攤油嘅。我記個故事嗬，記個人生啊，我知唔咩安尼聽聽咧。佢個攤油順行，我搭料嘅設計，我係啊，我啲個小火炭，個火係10日安尼小火炭啊，差唔多10日左右。個火係做唔得燙呢，我說佢要黑啲個味，佢差唔多啲個味講聲音嘅嘛，我黑啲個味，係我記個鐵圈嘅啊，時常會火災啊，嗬，個抽火，抽火，佢個料嘅嗬，哇，燒過300，而個抽火嘅時間用緊啥啦？天嘅叫嘅係聲音嘅，再來就係叫米料，我示範嘛嗬，米料。第三個叫嘅係皮骨，哇，係咩聽得懂？真是講到真嘅。其實做古裝人咧，是種成分真係鬼辛苦嗬。韓國佢啲山當大嘅時間啦，有聽過蒙神嘅冇？蒙神嘅，蒙神嘅，蒙神嘅，就山當大嘅人，全部有按樣嘅故事啊。都係佢啲小火炭時候半夜嘛，半夜小火炭咯，佢就聽到哇，山當用有你啲技術嘅讀書嘅聲音嘛，佢就隨時徛到佢嘅就腳上去哦，腳上去就見叫看乜人讀書嘅啊，係冇天見佢去咯，嘅書本嘅天公去咯，嘅書本讀槍槍，我用架殺啦嗬，佢就腳上去哦。佢設計一個婦人家呢，腳帶上去哦，好啊，巧嘢嗬，拿個機嘅表啲嘅師傅嗬，師傅食嘅味嗬，就安尼坐低啦。結果啊，佢設計就想過來原來啊，係本蒙神嘅天道啊，有冇？就後來佢就又再轉去小火炭咧。跟住你客家莊青島安尼蒙神嘅故事，真是等於講以前啲人法唔係講鬼單純嘅小火炭天天嘅吼，等於講你在山後我讀到鬼切皮嘅事情，然後一堆婦人家睇段聲音咧，然後你即個要保護即個，要即個冇本即個嘢個傾向嘅時間。講今年樣辦想過來，佢講佢吃到係鐵嘅，揪到佢，跟蒙神係講鐵嘅。而咩坐到嘅機嘅嚇？就話韓國話也16分嘅殺氣呢，有一個殺愛，係講殺愛嗬。如果講做乜殺愛，也係估做乜我拜日入石頭做愛，做乜冇用其他入石頭啊？佢總頭嘅人就講啊，其實啲200年前100-200年前，你可以見嘅時間嗬，佢愛用到建材有冇？其實我身邊嘅石頭就很好嘅建材啊，佢哋會拿來機啊，有冇？做屋嘅嘢就嗬，做鐵板啊，就用到石頭嘛，就入石頭嗬。扁又太了，佢都愛去機嘅時間，用板戳佢就冇辦法戳開，後來啊就感覺伊粒石頭有靈性，佢嗬後來講一種頭嘅婦人家嘅有一個聲音嗬，
一次叫无停啦，生日叫无停，啊个婚姻家做老爷，伊个阿妹啊做老生日，那么紧要紧吐嘛吼，吐到伊咧杀头的时间，个生日来做无叫诶，结果伊总头的人就吃到，呀，还有个生日咧大酒节。唔好吐唔好笑啊，唔好吐诶，做来拜祭做爱，人气大天，系我大天哦。个天哦，是不是之后张做的跌身高，张做的脱天安尼？而且我想问一下先生，因为其实室外信仰一部分哦，其实对南部的行业来讲呢，对个行业来讲呢，真是几少看到。那么，迄真的是有几摆去譬如讲去北埔的时间，咱看到有人来拜室外。室外信仰喺北埔嘅話，迄其實每個總體都有咩？頭班人生發痛苦啊！生日嘅大酒節就是很多病痛，大酒節嘅時間，啊，佢就需要一個人氣大天啊！我係咪有衝到嘅係咪解做人石頭做愛，人樹做樹葉，人樹嘅哦，嘅山頂有太樹嘅嘛，人樹嘅做葉，所以也係。啲北埔可能相當較有安樣嘅信仰。嗰時有室外有樹葉，嗰時又同人哋咧北宮有冇共樣？冇共樣，北宮係就係啲保護一嘅狀態誒。北宮係啲算是神明，但是又有室外又有樹葉哦。因為一部分對我哋南部人嚟講，我哋一方面講我哋屏東算是一啲屏東屏陽嘛，嗰時其實我哋嗰時候我哋嘅石頭啦，我哋個睇樹嗰時睇我哋南部來講，反而真是睇不如個短數那一種，算是北宮嘅信仰。我哋真是我睇過，所謂佢講，有啲室外。然後有啲叫咩字啊？我有啲樹葉，真係有基本地方冇錯。對我哋南部人嚟講，我發現地方其實講到現在，我感覺到其實真係當初嘅一啲經濟成分冇共樣，而把故事都完全冇共樣咧。從頭到要講切實嘅部嘅，好啊，還有我哋講竹葉條啦，竹就苎麻葉的，哦，然後攞嚟團詞嘅呢，吼，因為等於你講，可是唔係用線咯。因為可能佢就上一批安尼搞幾安尼做，佢就安樣做。因為頭頭我一直都在想講，因為頭頭講，因為把個麻油點樣提嘅，麻油點樣提嘅一方面其實真係因為講冇得發炎，因為麻油有可能講抑制發炎的一啲可能，因為個時間現場嘅衛生條件已經一啲冇安好，嗰時用一啲麻油點上去，真係可以停發炎，同時講。唔可以再接觸到其他東西，嗰種臍帶都佢自然嚟脱落。但是佢特別嚟講，頭頭講嘅布啊，一少少嘅加麻油去，切實布哦，也係係鐵白糖度。他說：其實再問其他一種在，其他所在沒有安尼。他說：切實布唔係老嘅田宮有關係冇？老原住民因為咧田宮有關係冇啦。但是我都想到講哇，幾時間講一手炭油10年唔可以團火嘛？佢說我要裝火，要開始供子，我幾時間咧客家婦應該真是冇簡單咧。錯啊！佢說也係動菜天咩動感同嘅西門人啊，做一件事情供子一件事情哦，係你嘅母親的偉大哈，作為嘅偉大。故事伊啲繪本地位唔單止可以記錄到我哋沙嘅故事，嘛可以把我哋早期嗰度鮮明嘅一種嗰艱苦嘅生活嘅過程地位全部記錄下來。休息下我喺度我哋埋嗰度嗰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台東嘅彭水蓮先生同我哋分享講16分鐘頭傳奇地位嘅故事。啊，你講其實故事地位唔單止頭頭嘅故事嘛，嗬，仲有其他故事。係啊，相信我哋啲觀眾朋友都想講，阿明哥冇講緊到，可能他先生講故事。沙嚟講聽呢隻故事哦，就係講到嘅阿婆，總頭嘅阿婆啊，佢就講到佢以前出家嘅時間行家啊，嗬，行家係曹口嘅行家嘅，說哦。行家喺曹口嘅要行火柴路要過火柴龍要冇，我所以就將佢嘅故事畫出嚟，個形容嘅阿婆啊做形容，嗬，曹口嘅，曹口嘅
高火茶龙，啊，個狀都係吧？高火茶龍，佢吼講到佢樣板，個路啊，佢就講到嘛路線，韓國佢客家嘅時節啦，用口服樣板講口，個當神奇嘅故事啊，你講到一口嘅啊，你客家口啊，留嘅。可能人家口有冇共樣誒，我說為了我畫一口誒吼，啊都滿當到嘅祈禱，你點樣都查到嘅口誒有冇？全部像講成口樣嘅2-3年啲頭前，2-3年啲後背，啊唔過啊，你客莊嘅種雜個，冇客家人以前嘅口誒係面前一撒，後背一撒，吼，我也塗咗係啊，面前一撒，後背一撒，按你講口誒，我說廿個故事就係呈現個你。客莊嘅特色啊，韓國一個阿婆呢，佢就係帶啲16份茶頭。啊，以前呢，佢嘅店嘅吼，佢屋下開嘅店嘅很多運送店，就係一下反而講嘅轉運站，係嘅山檔啊、木材啊、木料啊、火炭啊、潮落啊、潮一條嗬潮哦，就係我開到一係講有乜嘅我賣嘢嗬，再開到入邊運送店，韓國送火茶，哦火茶有冇火茶嘅貨運啊，會運出去賣安尼，我說佢係運送店。我說當特殊啊，要佢講嘅故事地都做，你做得了解50年代、60年代嘅年代哦，嘅產業係樣版型嘅，叫做又係第2隻故事嘅重點，即係講第3隻故事啊，梗係要講到古老太人就話，好，我做老嘢畫出來，古老太人係乜嘅？古老太人就係啊，以前見到啲開墾嘅時節啦，嗬，啲熱奶啊，做熱到嘅骨骸啊，我真係都攞佢畫出來。也就係呈現頭班人哦，真係你先民嚇非常辛苦來到入邊開山丹啊嘅種嘅經過，韓國人啲客莊其實就當為關懷他人一種嘅感恩啊嚇，呢度係當好嘅一種係一種風俗嘛，也係講一種情懷啦，一種情懷係就關懷他人嘅情懷。嗬，還有韓國話總頭嘅人可見到當天所有嘅很多天神良福，都拜白宮，唔單止拜白宮哦，嘿，一隻所在一隻總頭，唔單止一隻白宮啊，當多隻白宮啊，其中呢會按嚟跌爐主，還愛留嘅神爐嘛，天公爐，愛搶轉屋卡去服侍哦，嗬。供奉哦，嗬，又係蔡天然當天數，嗱嘅當到種個富權嘅白宮搶窮下，來作為嘅天神良福，就太拜拜嘅意思啊！天神良福，係咪當天數？對，嗰啲批。我說話，佢嘅你喺行嘅天見嘅時候，哇，當獎誒，然之後咧，佢嘅寫白宮你搶白宮出來，有冇迎接出來？係嘅非常強嘅人文，即係講嘅神師嚇，咯一堆人，然後人講可能佢吹塔啦，冇乜嘢，就吹去搶白宮，然後歸來俾他嘅人供奉啊！錯，係咯跌高嘅跌爐主，做爐主嘅人嗬，你係咯嘅供奉嘅天神爐啊！嗰種其實講，他嘅人講，譬如講我哋台灣模態。哦，他個人喺台灣嘅行業，其實風俗其實係完全冇共樣嘅。因為佢他談到人嘅故事來講嘅話，對我哋南部嘅六對客家人來講嘅話，有冇共樣？完全冇共樣，可能都因為地理山勢嘅關係，或者係經濟嘅產業冇關係冇共樣。哦，但是他都講天神良福，可能時間上對我哋南部來講嘅話，同我哋萬福嘅時間差唔多。形式嘛差唔多，但是你看，伊啲有山勢，他講伊安尼徛到啲風布，個鬧鬧嚷嚷去搶下啲呢，把公過來幫人哋服侍啦，係咧食飽嘅，啉酒嘅，人哋再把伊送過去，感謝伊一年，對他講伊咧嘅保護。其實我相信，我哋對神明嘅嗰種建議係冇共樣噶啦，但是因為素材嘅味則冇共樣，產業冇共樣，嗰種。按電子呢啲故事記錄喺地方，嗰種也非本地位，也要特色用嚟嘅話。仲有一本特色啊，就係嗬，係3隻故事嘛，結果畫出嚟之後，發現哦係有連關係嘅咧。你講下啲新人嘅出世，有冇公子開始，係個聽一隻故事結婚，後來咧係求平安，
吼，就係古老太人啊，韓國天神良福啊，還有每隻素材就係大家希望古卡人啊，希望中頭嘅人做得平安。故事第3隻故事講到係祈福嘛，吼，你講祈福、萬福，也係祈求平安。3隻故事係連貫嘅啦。我嘅本貼身呢就係除了客家話、客語啊。哦，講到客語吼，大家一天落來看一隻故事，係因為吼，佢蔡天人講嘅客家話啊，是蔡動武哦。我哋一本書嘅詞彙啊，全部用蔡天人講嘅客家話。我說呀，做得學習客家話，做得學習英文，我哋就做 QR code 嘛，就做得按樣，做得俾大家來學習。故事也唔單止係伊個客語嘅繪本，伊同時嘛可以用英文來談到也係伊個繪本嘅內容。其實都冇簡單，因為其實我哋常常我講一菜天一國字，佢用我啲國字冇，當下都幫我哋國字行嘅朋友用伊個他講嘢，鄉下用嘅英文，和鄉下用嘅法式地講，我哋菜天嘅故事要按精彩，因為其實對我哋南部人來講嘅話，有個故事對我來講，哇，一定精彩嘅。我相信對外國人來講，伊唔單止可以了解我哋台灣嘅客家嘅伊個沙器，同時嘛可以了解講，北部嘅客家嘅朋友以外。伊哋當初很用嘅個個人嘅身份，然後佢特別都講，因為其實也拜先生愛畫圖嘅時節，唔係簽幾多嘅資料，因為佢小數都講嘅口嘅嘛，嚇，一般咧簽到路啊，唔係講好多年嘅口，冇講官教有冇嚇，但是真係我哋當初客人嘅口嘅，可能講好簡單，好用做嘅做咩咧去變嘅，嗰種好簡單，同時嘛看到佢譬如講好多嘅火柴頭。嗰時一邊做資料時節，先生嘛簽咗幾多嘅伊啲，可能講參考嘅伊啲圖樣來睇下繪本點樣。錯啊！我去熟悉資料，韓國話你畫嘅過程咧，文字咩強樣啦嗬，韓國圖咩強樣啊，我畫好之後寫好之後，我簽到人家，老佢講一下安尼衝我咧。你啲確定講，啲錘係咪講，啲錘係咪上岸咧？我見滿啊！貪嘢係咪上岸咧？嗰種老人家諗係當熟事，所以本係滿當到。韓國廿個特色啦，就係嗬，其實圖畫地圖很有故事哦，唔單止文字嘛，因為當精彩有冇？冇辦法文字寫安多，繪本做唔得寫安多。嗰時候嘅圖畫地圖係有故事哦，講一個寫隻故事就係啊，講嘅講口嘅有冇口符啊？哦，後背啊係有一三人開單，開嘅香茅油嘅桶嘅，做乜嘅我開香茅油嘅桶嘅點冇？因為嗬，我都想問，因為對我哋南部人來講，我講攀倉。哦，錯。後背都開倉。好，我哋而家講做喜餅冇一個倉咪好，但是我頭都講到唔錯講，因為看嘅亮光，我哋嗰種太油桶嘅樣啊，係玻璃油桶。佢係香茅油桶。佢做埋咧，因為嗬，一頭家本來父母都會頭家，佢講佢嘅阿婆，以前阿公愛討阿婆嘅時節，聘金講好哦，佢聘金嗬係一桶香茅油。聘金哦，說哦，香茅油，佢用時係錢油加出嚟，當油加出嚟做頭本用一桶香茅油。咪要用香茅油嚟做偏離嘅，係咪就神奇？係啊，真是。係啊。韓國講嘅動感通嘅就係啊，我哋日本故事嗬，我嘅製作嘅團體啊，都有英文先生嘛，韓國 John Michael，佢因為之前嘅繪本佢都全部看過嘛，全部都合作翻譯做英文，佢講。龐龐先生，你日本嗬喺我看過繪本當中啊，哇，錢要加出咧，因為佢係外國人嘛，佢就感覺哦，對佢嚟講，韓家冇強樣啊，又係個越菜天越國字嘅，嘅外國人來看嘅時節，佢講動感通嘅。動感通係啊，雖然信仰冇強樣，太啥信仰冇強樣，唔過佢啲看嘢嘅時節講哦，又係廿隻素菜，廿條老人家。醬油嘅成法，佢都吃到當正規嘅，韓本人好濃。對我哋南部人嚟講法，我真係會感覺到講，真係記錄到，算是早期嘅我哋北部嘅客人，可以對也係一生嘅過程，好多對姜塊事，然後還會也係成法嘅產業，好多做最美嘅我哋嘅宗教信仰咁樣嘅。我對我哋都感覺到幾神奇，佢將我哋把做好也把伊啲算是繪本嘅最調查。好，佢是寫文章、畫圖，然後編演說出，然後對未來咯，即係對客莊嘅一啲記錄點樣有乜嘅方向？我想我將日本繪本嗬，再個延伸啊，畫地圖、手繪地景啊，
就是老爷有提到嘅体检吼，上海发嘅个体图吼，而迄个老了嘅时间啦，你就做在度침哦，也砍下了个白宫顶内位啊！哇，安尼抢白宫的时间，哇，个体检安强诶，韩国杀爱顶内位啊！哦，韩国个牛茶了顶内位啊，有无？就当上老爷体检挖出来，配合菜体嘅学装、洗礼行一种嘅行程，上去做安样嘅延伸啦。韩国啊，其实我即个动感通就是我经过安样嘅挖过安样嘅菜体费本之后，其实因为我即个本身都时常去总头访问嘛，因为做嘅讲客天台嘅节目，时常去到客总头访问，哇，谈到很多故事诶，当到菜体嘅故事哦，都当想，我哪日吼有时间，我老一条故事哦挖出来啊咧。真是一天挖出来，里面我相信讲，也唔单止算是一种算是天涯纪录，同时伊被变成的飞本以后，其实对新人来讲，对唔认识我哋客家文化人来讲嘅话，其实伊係一個幾好入書嘅一個方法。非常感動啦！就本大家感受講，台灣人嘅身份，你客家人係安樣打拼過來嘅。我就話談到當到故事吼，就係一種感動。當像你訪問過嘅種植見到嘅人生啊，就感動你要當上老一感動，來傳本大家，來本大家感動。我相信觀眾朋友更加一定係問嘅啦。喂，安樣我買一本書啊！一本書呢啲12鄉公所嘅圖書館，佢都有印刷嘛嚇，佢都有賣啊，做啲啲12圖書館簽到一本。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啊，唔單止係我哋咧，彭王老師即個講嘅幾好，同時一本書底背其實咪幾多我哋記錄到早期我哋北部客家人嘅身份。加上觀眾朋友有興趣嘅話，可以到我哋嘅12鄉公所去問講，可以買得到冇？今日個感謝我哋先生嚟到現場分享安多安精彩嘅故事。感謝阿明姑，感謝觀眾朋友，希望大家叫我哋代表留嘅彩體嘅感動嘅故事啊，大家熟悉起來嗬，做一個記錄，也係對你客家文化最好嘅傳承。休息一下哦，等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